家家有好势，马莎国家来主持。大家好，我係這位。大家好，我係英英。聽講吼，今本日人看到作檔吼，有按到嘅出。英英，對嘅，喺看到吼。地下。怎麼？用慢啊？對咯。地片我看下。奇怪呢，有嗎？造型師前面內褲帶圍裙，好看哦。唔係，我未講呀。係乜嘅？我當場天內未看過你誒。你目珠擘開啦，看清楚啲喂。你做了主持節目研究嘅，當日都看到。唔係。我講嘅係我睇你咪咁漫畫啲都有看到你。漫畫，你講人工書哦。係。愛迪。啊。最近哦有一部少女漫畫，裡邊都有學長，帥。大 Q 嘅彈吉他哦，你聽聽哦。唔係啊，愛迪。啊。海賊王，海賊王，你看唔到我喎。是咗。你唔係。唔係。啊，愛迪咧。講。我當場在竹邊那個點心店，喺漫畫當中有看到你。竹北點心店用人工書，我講唔到，用人工書我唔相信咧。啊，韓國翻譯嘅你係應該粉絲啦，我記起來咧。粉絲？騙我吼，我都冇喺主持。冇，我要問佢講佢專當翻譯嘅。真係假啦？正經。係唔是？好，我介紹佢出來，我簽佢來咧。好，歡迎兩位主廚詹比温呢，蚊子姐，歡迎佢出來。蚊子。蚊子姐，就是你。蚊子，主持人好，你好，周伟哥好，你好，依依小姐好，你好，小姐好。而家講吼，講嘅點方有花藝，講而係藝嘅粉絲，真係假啊？證明一下。我這我等到3秒轉過來哦。我很脆弱哦。好，來，1、2、3 ，Superstar。你花藝哦，嘿，因為製作單位很發揚幾家飯，你真的知道我是誰嗎？知道啊。其實我是牛兒老師。其實我是牛兒老師啊。沒啦，我是去問的，他真的畫你。你真嘅花藝呢？你看，你有在 follow 我嗎？有啊。真的假的？拿起來看一下。佢連藝去組合嘅節目吼。嘿。測試你都發情，真嘅假啦？真嘅啊！好，來，這人馬上變臉，給你看到本人有冇？本人比天使好看。講天使在縫的哦，比天使當歸還好看呢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不要緊張，要握個手嗎？要擁抱一下嗎？見面。可以。不過對我來講，你係重點啦。重點係乜啊？這只是讓你們認識一下，我係學東西。哦。點心店，而家講點心店，點心店有當到漫畫，今日正經啲地步係冇？有啊，掛一張頁咧，掛到壁檔。你掛壁檔一張頁，今日做前面，自己很虛榮。不過我本人就建議哦，佢主持密室節目之後又變 happy 啊。屁講啦！哦，彩片白片亂講。其實我哋懂害羞，因為公司正經辦啊，都講至少當面按遊行，還要麻煩人客來攏來發亮。唔講我哋吃到。等一下，我好害羞。看佢嘅耳孔紅咧。耳朵很，你 Q，我害羞，我很害羞。蚊子姐，我覺得我看他看膩了，你趕快拿出東西給我吃。我第一次看他這麼害羞。我真的很害羞。你呢道菜大女咪介錯？芋頭是牛副瓜。哎呀，副瓜係有3副瓜嘛？好，我冇聽過牛副瓜，冇講那牛。牛係特級雪花牛。還是我現在有點暈船。我把它你把它縮減，縮寫。你剛才講牛好冇？芋頭是牛副瓜。
哦，做对啊。哎，偶像说的什么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你跳是牛苦瓜了，开始走哈。那么刚刚来帮忙你。我要切苦瓜。好，切苦瓜哈。应该苦瓜用为先烫过长来。因为佢嘅時間燙燙30分鐘，時間當燙。啊，燙30分鐘哦。係。將佢落係冇？係。哦。啊，燙好咧，先用鹽水幫佢。就讓它浸定，有啲鹹味。哦。你喺傳統做嘅菜全部唔知加創意料理係冇？我咯，媽媽。媽媽係啊，開幾久誒？開25年了。25年哦。係。跟你發圖發幾多年？發圖是從細是發嘞。哦。跟你哋上你是6歲天天嘛？冇啦。新豐醫開始發，轉當醫生5年，從醫生6啊。我算數很好吧？新豐醫。好，你切掉熟嘅切好，鹽水要先切嘛？好先，跟住用熟嘅蒸餅先切哈。嘅你啊，加英講係起鍋未？因為你替代去傳統嘅時間，你知道當成機係冇？係，首先嘅我本嘅花香。養一下，沒有，我想講，你係點先養眼貼片，所以呢，我就想講，佢要入法呢啊，每一下長啲佢應該粉絲，當然讓強啲咯。主動我清楚看，佢翻嚟發亂唱。我係點先講，我會想講，老李嘅漫畫結合用下。當初係講。店都有人他講啊，都做菜嘅些啊，當眼鏡都會面球球啊，笑唔出來。啊，我是畫一種漫畫，搭到別當下工作人員忙碌中為求面。哎呦！結果引起人他嘅共鳴，電動人他還唔會抱怨，啊，來買東西也還有個漫畫話題。唔會安見。除非有話題做得滿意。我是而且要被鼓勵啊，是本身是當好法圖，啊是緊法緊多哎，靈感就是全湧哎，緊滾而來。對，就更鼓勵的信心哎呀，而且幫問人他講跟煮東西用法。出來俾大家看。煮牛，人家是應該發牛，啊煸辣椒，人他是應該。發個小黑啦，哦，就像看糖葱糕，就反個偶像。係啊，既然係記得你發第一種發係乜嘅？第一種是係頭先我講嘅工作人員忙碌中為求面，愛媽媽。你哋有冇講媽媽拜拜？我去個求面，愛發愛媽媽。哦，媽媽有笑面冇？冇。沒出面，冇喊嚟時嘅，冇笑啊！一天冇喊冇影響都按到啦，真係。唔該，你一開始唔 sell 下，sell 下開始煮。sell 定煮好嘛？來，開火。先起火。那油嘛？我用呢個油。你用呢個油蟲嘅油哦，因為貼喺糖豆呢。你出冇用配呢油煮錯嘅？呢個油撈點橄欖油。哦，橄欖油撈一啲咧。對，味道健康，所以我生後會食撈白撈，我媽媽都會講我亂撈。唔過呢啲啊，因他會撈，佢講啊，按當健康啊，因為按講嘢冇，佢慢慢啊是講熟咧。對，因為人哈，最是講嘛哈。韓國啊，其實老一輩嘅人啊，佢哋食東西就係習慣客家嘅東西，肉多，很鹹掉啊，係。調乳夠一點點。而家加啲係乜嘅？再講一遍。蓮藕粉，代替了我們的太白粉啊、玉米粉哈。你等下出有一點點感覺是抓煙的感覺哈。油先下去，所以唔是講等下剝嘅要不用按到油，係冇？係。你看我有貼心嗎？自己很強。沒想到用蓮藕粉很厲害耶。好，我現在用比較快了。好。應該用家的調味料些就很像在畫畫。對。藍色不能沾到紅色，紅色就我們得種到綠色。你係說像筆咁樣哈？你看下結啲嘢，他把它放喺你嘅旁邊，忙好嘅啦，拿筆。你可能發精準哦。好，我現在要再一點米酒。要米酒。米酒。同匙。來吃到底，大家還要一滴同匙。因為調絲係蠻不用，調絲係最後的裝點。好，我哋要一個
哎，其实火黑西火要开火。其实它可以冷油拌炒，一开始不用开火，放进来调味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最天狂的煮法咯，你还要对，冷锅冷油。哎，你要做批到咚咚嘞。迄你家煮啊，係講從愛煮牛牛，愛稍時就會講從成件事就講冇煮熟，開件事就講煮通咯。哦，我了解。其實我掌櫃時，我蠻唔敢講，我對牛肉是沒信心的。可是越沒信心的食物，我越想克服，因為自己喜歡吃啊。哦，其實唔是大火都該炒，其實細火慢慢咯，你來培養感情。係真嘅，就像花樣嘅啊，有時是按嘛個，你那不用買東西，你發那邊，慢慢發，看的發，吃的發，來培養感情。莫急啊，急是麻煩，撈熱拿鐵嘅，我慢慢讓讓迄感情冇咧，唔怕啦，冇咧是算的，只要重新再。家家姐姐都講，哎。所以我妹妹想要弄叫她衝一條歌嘅，我做得啦，學我講做得啦，衝一條叫佢衝嚟下，講係冇發表過，你看來幾感動嘅你冇？你好好想一想，等一下要怎麼報答人家？可是我冇歌詞，我冇發譜，差唔多咧。好，差唔多喺邊嚟？我係用一隻蛇丸，對，等下佢係擺盤鋪落喺苦瓜蛋糕嘅，所以冇早炒咧。灌水食火啊！好，差唔多，咩唔落太火，太火吼，太忙，牛肉肉太，灌細火，夾起來。對，就是慢慢來配用感情是安上，我都安遐上。嘿，真緊。因為其實我冇凍為主，可是我凍好煮。把土嘛係我唔係講畫家凍為法，但是我就是把生活嘅感痛來發出來、分享出來，事情凍好。凍到嘅內因就係按我訓練出來嘅啊。一開始自己有興趣，還慢慢去接受，還接受到咧熟能生巧，就變成你自己嘅專業咧。哦，剛才不用一般呢，這個全部不用落去，來幫來做好咧，有事我。我覺得油蔥是一件很棒、很厲害的料，很厲害的材料哈。還有跳魚膏呢，冇一般跳魚類細鹹哈，有啲甜味，而且佢有點勾芡的感覺，咕溜咕溜安尼。係，你吃到幾多那些發圖冇？係啊，其實煮菜冇同幾號冇關係嘅，安尼當好呢。天天呢，佢如果唔成意係很好啊，是講連下去啊。要做得慢慢幾個點，我會加快轉，就這樣加快轉呀。對，最好嘅哈。因為吼，你下嘅苦瓜濕糕誒，濕糕以後咧，你下做本件一米，吼。所以你下就係要加點高粉，然後你都要醬，然後苦瓜強下，夾強下。係，我記得愛在燃燒。給它甜一下呀，對，大概1分鐘這樣。1分鐘就可以。這1分鐘你攏係沖過冇？沖馬蓋過。馬上回到我這邊。好啊。點一杯熱 latte， 我要戒掉所有的思念，隨着攪拌旋轉的微甜。尋找另一個相遇的起點。你真係賣唱啊？還不拍手？你真係賣唱哦？一點。哎呦！冇凍會凍好糖誒。有糖凍係半年唱有感通，自己一直說有啊。有吼，什麼味啦？唔過誒，佢正經誒講起來，煮客家菜樓發團水，一天來先一張，來先乜嘢？我還選美食吧。美食哈，對，好啦。因為比較三川哈，小唔睇。真嘅。對，民以食為先。係啊。我愛倒係自家倒啊。走地，而家總盤咧，你看幾檔幾碟咯，你看啲按刀。油冇落去。係油冇落去。你看買杯冇？油係可以陪它的過程，但是不能對。好啦，來幫你。先幫你。唔係，要講價。東西可以嚟講，真沒有以後食的哈。好，哦，原來人牛肉係變咗蛋白係冇？迄個我呢份豬肉咪做得啦，我雞肉咪做得啦，嗬。
哇，然后装点的。好。骨头是，一般是强下草，我是用点的。你要真用当中的发图呢？可能嘛是吧，我妈讲爱当好没当没事。咱家讲讲出来，我讲老人家碰触可能我实嘞，很理解，慢慢做。好，这米这样来标，角落是做对的。角落系啊，安尼做对吗？哎呦，很强哦。好嘞，给本一条好吗？好。龙太家讲，你介绍本太家系乜嘅？骨头是扭扭浮挂。好了噻。你先让我切个红菜，切差不多1公分吧。但你做得冇？冇1公分呢，唔怕啦，用起来，你用半走都好。哎呦，哎，其实这干板条，你们懂我是？哎，哇，懂下。嘿，我手母还是可以熟的。哎，你出便面咯，板条，不用上皮。风吹头，风就有点像梦里的造型。哦，有一种旺旺来的感觉。你又在作画了。真情呢。接下来是喽，电脑按钮哎，来，看下来，你还在紧张哦？我们都做完一道菜了，要我喂你吗？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好啦，跟你开玩笑，希望我们不用送。葱油黑，你刚刚用爱心做了哈。哎，你有建议怎么吃吗？安妮？一盒都可以啊。好。穷下写。我是习惯分开来吃。香港，我当下是副瓜。来不然香港，我喜欢的副瓜嘿，其实直接炒，我不要先烫过。那香港啊，按你温落嘛，没有口感。冇，而迄切，而家吼，嘅功夫当厉害讲，你煎好牛肉之后，再个弄下副瓜，掉到我个地板度，滚起来，加滚过锅气。然后讲。你单吃两，你会觉得它就是牛肉苦瓜。当好食，真正当好食，还有个辣吼，因为我当好食辣，好，我吃了点辣，唔会本人讲，它是非常顺口的辣。因为柴落落和雪下鱼呢，还是有那个嫩度，就是你说的雪花牛的那个滋润度和肉。而且唔会让爱生意咬起来，吃到咬唔落去就冇食嘞。嘿，韩国搭配的苦瓜，好特别的创新。而且很清新，冇想讲啊，而家用葱油安尼煎，都带会太油冇呢？唔会哦，而且它很解腻。然后你讲哇，原来它改葱油，很厉害呢。应该是到该苦干的味道。冲出来了，还有那个你的那个辣味提出来了，还有挑丝，嘿，我吃到了完全的功夫出来，我看佢当葱青菜煮，我吃到搭一铺，佢都上高哎，真的很强哦。换你变我偶像了啦，可以吗？走的。是后牛肉，是后副瓜，撒下来你有冇个创意料理要介绍我？客式熟欧牡蛋改成熟牡蛋，牡蛋没淋咯，譬如咖喱饭呐、炒饭呐，切开了，你讲没有欧牡蛋，是熟牡蛋。对，熟牡蛋。当起个两个细丝个面，捞一个做客家面。系啊。冇想诶，夹喊叫来做，好冇？来做一下客式熟牡蛋板条。
客式熟牡蛋板条哦。系啊，配啥都欧牡蛋，你要熟牡蛋。因为我是熟女啊。哎呦，哦哟，创意料理，创意名字，真的有创意。给谁好？这客式的熟牡蛋给半条，熟牡蛋批半条，腌起来真有点硬，不过我当期待哦。半条一定要有嘛，那边半条，信步板条，信步半条，当有名哈。来一定要有嘛，欧牡蛋嘛，熟牡蛋哈。熟牡。好，生来做乜嘅？你先让我切个旺菜。来做对了，做得切旺菜哈。切差不多1公分吧。1公分，1公分。蚊子。按我切板条。这么精细哈。1公。根据可靠消息说，佢当我切半条，来先看切好吗？冇啊，是因为我是做白人，我唔晓用按样慢慢切，我是按切的。哎呦。哎，我讲了重点是敲马盖你嘛？蚊子明天要考试了，我都没有念书然后蚊子说我也没有对，结果考卷发下来100分，他哎，妈妈切半条，咣，对，切好哎，竟然用容易病哦。应该。跟在切先爱来铜板条，好，铜板条。那水滚呢，板条老了头啊，揪出挑去强下下。好。我个水芒滚的先爱先来打落。然后讲哎，拢去强下做菜的法吼，来一天会非常的淡定跟享受这个过程。哎，蚊子安尼做得吗？冇1公分呢，唔怕啦，中秋嘞，唔怕。中秋系啊。你用半做都好。哎呦，我耳朵又红。用半都好。提供1公分啦，我们讲来吃都讲，既然要放在蛋里面嘛，我们就碎一点。其实老人家也可以吃，小孩也可以吃，哈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要不用焗菜呢？所以上到嘅应用啊，有铁质，然后补血，嘿，上到加因啊。咁講話，其實你喺菠菜上是有季節性嘛？有啊。那係講，做你喺紅菜，拄好唔係你喺焗菜嘅時間，你就建議嘛嘅菜，嘅口感你係適合麼？你係季節嘅鹹菜嘛不錯。鹹菜，四季豆，四季豆，像啲風菜頭、小黃瓜都做得。我牡丹佢嘅配菜當豉油，冇一天愛買嘅。哦，你水滾咧。當豉油蔬菜買嘅。我等下而家溜起來。我而家玩來幫我攪拌啲係板條，我用攪嘅。已經1分鐘了，我起咧，會散，火在動喺度。好，把佢關起來。所以你係板條水講就係攞佢煮到條面，食起來個口感就綿吼，好。1分鐘係最đủ好嘅啊！我是實驗過，因為我講過我唔會凍嘅，可是我要凍好。完工。來，做得嘛？做得。好啦。好，讓我撈到蝦醬。蝦醬一點，然後油蔥一點。你這你不用幫我做。然後，林小姐讓我拿旺菜來。好。來，你要幾多？然後差不多2湯匙。好，2湯匙。然後個油蔥嘛2湯匙。哎，今日做得用9隻湯匙嘛？做得。你講嘛，計都做得。啊，你要用個聽銅板條魚溫銅2湯匙哈。哦，所以你冇見撈幾做這個滾哦。哎，我家邊咧這個叫蝦醬，還有倆鳳蟲頭各2湯匙哈。還邊嘛該？還有調油膏。調油膏加幾10號的量，咩差不多2湯匙，全部哈。好。哎，其實這乾板條你懂我是哈？還有大家弄焗出來，用個湯板條來水，差不多10秒鐘，聽聽咯，5秒鐘，10秒鐘。所以你要凍攪。還有乜該？哦，做得攪嘞，攪嘛冇攪長久。嘿，做唔得攪長久哦。差不多好5、6下就可以，好，就不要動它，靜置。按做得哈，做得。靜置一下。母雞歐牡蛋，好，香蔥油的油。香蔥油，啊，你又用香蔥油哦。小湯匙。好。細火。日本歐牡蛋都係用啲奶油，你講係用any蝦價嘅蔥油。我攏講一般來講做歐牡蛋啦，油要較多呢。唔過唔做係熟牡蛋，冇用油吼。因為我
7到7個從優秀動乾枯。哦，所以失去了負擔被凍臭。我來做熟的就。好，哎，你要快一點嘛該？快啊！你要快哈，炒到你好。你也讓愛拿歐姆。愛太細啦，來。好，嘿，歐姆蛋就是這樣做哈。凍黃有一啲啲嘅磨熟嘅整嘅歐姆蛋。其實愛做了都菜吼，愛冇凍性，可是愛有凍好磨。唔講愛吃到就像加蚊子講嘅哈。可是我是有挑戰嘅。嘿，挑戰，還有嘛個自家好食，哦，自家做一種出來會有懂得成就感，挑戰哈。那個看得出來凍熟練咧，所以自家做到凍到白咧。好，加冰嘅係10個嘅國菜，還有需要鍋鏟。哦，沒關係。還有加冰嘅 cheese， 哈，冰喺底擺度。那個煎起來。來。木色盤啊，我愛扣盤。好。你都怕做像愛東邊嘅吼，是所有愛用吧？愛技術冇懂紅，愛是方法以後啊。因為愛東邊。哇，東家。嘿，熟母愛是不會熟的。嘿，安尼出便面咯。差不多1分鐘是做咧熟盤。安尼好嘅嘛。好嘞。你嘅功夫對我找邊兩三邊嘛做得。嘿。哦，安尼包落去，其實其他營養咩動足哈。哇！我可以關掉。哎，伊要摘落盤嘅嘟吼。人家好重。人家班過嘅半條哈，用上去。好，生下來要用乜嘅？愛木嘅。哦，人家講嘅嘅薑哈，人家薑我睇講講下味噌哈。你有冇想到用味噌？味噌老誒那個油蟲，係啊，安尼咁樣下。做得，因為佢有米漿，米漿就是佢含有大豆蛋白，佢日本人都該艱苦年代，蛋白質主要來源。蛋白質主要來源。對，是了有到飲水思源感，而且有健康凍好。老人家是有凍好，抗老。對，應該都冇想到。有人說那個花錢看醫生，不如花錢買味噌。真的，哇，現在哦，好會哦，此復發。等下底面空用懂味啊，攏講。對，味噌還做會抗癌，調節血壓。哦，一點點。生下來變乜嘅？後來會變咧風吹頭，我叫有點像鳳梨的造型。嘛，就會用小黃瓜，用豆子。哦，有一種旺旺來的感覺。你又在作畫了，我看出來了。真勁呢！你用小番茄嘛做的。嘿。反正物盡其用，用嘛該用嘛，莫大送。哎，那今天讓你好心呢，我只知道要怎麼吃對小孩子營養加分，現在視覺效果也有了。當中有哦，香港4年迄啲啊，香港1天都收2年，4年要下一下。係啊，不過你即時發現講，半條做得攏，你愛歐姆蛋結合起來。最主要係愛來啊，佢凍好先軟。佢講蛋可不可以包很多我想要的夢想？哦，佢愛來凍生氣，佢都會講。容易凍槍，跟你想法係嘛？用把你給師講，我的這個蛋裡面有很多夢想哦，菠菜。是什麼？大力水手啊，對，還有嘛？加薄啊，還有水子啊，cheese啊。小魚是什麼？小魚在深海裡游泳啊，很有活力，游水中游。然後cheese是，cheese就是蓋子啊，骨頭會變得很好，頭好壯壯。我真的覺得哈，就是專心做一件事，畫畫也好，做菜也好，擰出會變 healthy。真嘅啊！你散發出來那個活力是容一般人冇用的。太搞講哦，做下煮東西煮咯吼，抹汗七彩，可是你知道人家都會說哇，我整個油蓬頭垢，他沒有汗乾，然後你就做不人家來食，按人他看到係嘛，做夢講兩百雞，係啊，那就變彩蛋咧。對啊，人他看到俺嘛愛，好啊，是本意識啦，我早煮過，因為你要凍夾。哦，係啊，真係凍嘅哈！你按酸也差不多15、16分鐘哦，做得做一套菜。看呢菜喺帶便當也好啦，吼，上班讀書帶便當咪當好食。有媽媽的愛，有小孩的夢想，好棒哦！我剛剛弄灰米哦，龍太太講，兩人都乜嘅？好，客式手牡蛋板條。你看到先。
你用我有机会煮到俩都菜嘛？本上是有嘛，啊，因他讲爱做得捞东多东西啊，啊，有时候是因他烤爱想不出开始瞎掰啊，这些都是小菜。哦，小菜的1/30。你按你正经到某一丝，30%你带多少来？对，全部豆扒黑。可能有累味，香气四溢了耶。鹹菜咁厲害呢，那冇想到講麻辣燙放磚菜是這麼特別的。家式豆腐掛嘅腐感，看做出嚟出菜，我係吃到嘅感味係啲啲味咧，很香哦。接下來食啲哈歐姆蛋、手牡蛋，大家沒有看下做呢？手牡蛋板條，看有沒有熟。在當中啲是一種異國料理嘅感覺。你是去講馬來西亞、越南這種前10年的時間，不管也社會一人嘅都當好食。我冇想到半條老粒手牡蛋搭配得這麼好，還有乜嘅？因為底怪度哈有國菜，那個脆口感哈，跟它青菜頂出蛋的那味道，再加上什麼你知道嗎？味噌醬，我覺得這太奇妙的組合了，好像我現在談去日本，又談去越南，談到台灣，談到竹北，談到你身邊，這種感覺，你知道，就覺得好奇妙哦。冇想到半條老西式的手牡蛋、歐牡蛋，按皮下按紅哦。哎，我喜歡那個感覺，我就是自然的想要發出我覺得很動神氣嘅笑容。因為你講你係料理當中就你來嘅夢想，還有你客家人傳統嘅板條，搭皮起來就是一個很可愛的一個料理，懂得人下。係啊，就像皮花樣誒，我做得想講嘅，來做乜個按好食唔做嘅東西嘅，佢唔單止係好食甜甜，係人家愛啲啲味道。嘛，做得按講啦，還有長輩的愛心，像你個寵兒愛婆婆種的呀。造型棒誒，隨緣棒誒，係是啦，家用東西哦，是你來來煮，還有韭菜啊，嘛是家種誒。我知道生意的種東西食得最簡單，最幸福。那還有乜個幸福的料理呢？還有啊，麻辣幸福堡啊。哎呦，對咧，麻辣牛排。哎，麻辣怎麼會幸福？有的人也是啊，然後就一直很辣，這樣會幸福嗎？不呀，是的是的。盈盈，你敢吃辣嗎？非常愛，真的假的？你覺得這樣是幸福嗎？是。好喲。對，因為滿足自己的慾望就是幸福。哎呀，很會講哦。那我們來嘗嘗看這一道叫做什麼？麻辣幸福堡。幸福呀。不可能。哦，加實按好食的半條，馬上想到講，原來我一定要做歐牡蛋，手牡蛋沒新的現在哈，而且我吃到了夢想，好開心，啵。夢想達成了會怎麼樣？就得到幸福，就幸福堡來了哈。哎，我先問哈，你剛剛講麻辣幸福堡，我談到麻辣堡，一定會有那個很辣的湯頭啊，知道嗎？滾當到一些鴨血啦，什麼很辣的東西，給哪因子？因子係乜嘢？就是麻辣火鍋的配料，知道對，我講今年已經好食天然的食材，對身體好嘅食材。來，可是你省錢嘛該？我來同你阿風水也算滾。好，其實我做客家語，他接受的係竹莧。竹鳳，哎，你冇講莧，講竹鳳煮鹹菜湯，嘛做得。你喺切半條喺講，因為你不管阿峰啊、竹鳳，你用按技下以後會搣到，係，會爛得咯，係會借起。好，然後水滾我就得下去哦。同落去變色是在溜咗。好。哎，你用來兩道菜咯，麻辣幸福湯。因為幸福是取這個杏鮑菇的諧音。諧音哦。對，因為叫杏鮑菇具有杏味，然後它的口感軟 Q，像個鮑魚，所以顧名思義用到杏鮑菇。對，杏鮑菇，而且叫杏鮑菇，它等於是牛肉的營養。所以你要從先牛片。哦。평양의 쌉거 해머. 네. And you and豆腐.
刀工系共用的，都是差不多台的。要一致，哈，设起来它唔会乖乖嘛，哈。好，猫咪。猫咪嘛，个刀工嘛共用。而且仿太低，又在作画。尽量一致啊！我爱技术摸墙，应该叫师傅按起来。还用讲有啥事啊？就像安尼唱歌一样，依靠太多，反而觉得好像没有灵魂，没有感情。有时候安尼，一改风格出来，你就会知道讲，你的东西有生命。哦。所以你食材大项都会分开来烫。嘿，好，麻烦你哦。你最近呢，像你从散购啊，像是个老人家。冇睇拌料动作，唔過佢長處於人樣面，唔講好彈啊，唔好彈好彈，唔過佢比賽嘅時節就讀書佢。係啊，出槍做菜咁樣啊，文字見講，冇人技術冇好冇，咩充電係嘛嘅，充電係唔用心嘅做呢件事情。唔講就聽客氣咧。係啊，就像我們發嘅，你看你們的代言人叫做什麼？小黑辣。小黑辣，你知講那名嘅哦。係啊。哎呦，你看有生命嘅東西，做咩冇共用哦？好，你啊，嗰一切都切好嘅吼，鹽水未做得咧。係，你冇用到。好，謝謝。既然你哈，咱可以就博嘅，你開始煮高湯好嘛？好。加你個人講煮嘅高湯，吼，先下去。好，先傾去啦。你有冇有機會煮到兩道菜咯？店都本身賣個鴨血湯嘛。然後因他是本來有賣係對，本身是有賣。因他講我做得撈東西啊，一條係鴨血，我用做得啊，叫我做得撈嘛個。有時候是因他烤我想出我是蝦擺啊，乜計都做得。你按講出來用個啥？我每前面講好文字，你都講你蝦擺。對，就有時候就是無心插柳了，成因。其實係講再加嘛嘅，我是頭先看到嘛嘅，我是講加，我是講，因為我的小菜箱固定有一些菜色嘛，這些都是小菜，小菜的1/30，小菜很多樣，這沒有錯。重點來咯，小菜的1/30，哇！你按你真見到某意思，你講氣氛那個都冇詳細，30%你帶多少來？對，帶一點點，帶一點點啦，一點度啦。係啊，好冇？跟下擺啊，係講其他啊，折尾幫嘅你去人地方幫挨名嚟做的，你招待他1-2樣小菜。做得，我要唱你的熱拿鐵。你睇到去點方愛唱愛熱拿鐵，講愛係雜味愛，愛雜味愛，咩愛文字，就出來搶這東西。你本鏡頭看一下。係啊，阿風變又變色咧。家不能懂粉，你下變下暗色的粉，有點巧克力啊。巧克力色哈。哦，你按煮按久，你咩意外哈？以前都會講哈，你睇，哎呦，係咪搖一下喲？你這下吼，天天按看啊，好一下好啊，點好去了，慢慢咪有點東西咯。係啊，你睇加你嘅煮料差唔多做得開始。差唔多8分滾是做8分滾，煮風。好，煮風。強嘅標哦。你要有輕功，我會噴我慢啲。你要不開玩笑嘅嗬？好，不用加湯龜夢米。對，還有蜻蜓點水。你看我多厲害，我幫你弄了醬。對啊。哦，還有我們的豆腐，白葉豆腐，還有很重要的幸福的杏鮑菇。杏鮑菇。好，還有乜加一標？還有鹹菜。鹹菜哦，鹹菜同大家講吼，因為加講時間冇啦。文字講佢哋要先炒過誒，係冇？細槍炒香，你係想係特別同大家講嘅，所以講福菜也好，鹹菜也好，高麗菜講也好，一定要先炒過香味出來，你才能真正的可以把這個香味釋放出去，哈，然後滲透壓的關係，再吸那個湯汁回來，我覺得非常的厲害。好，不用上去，你看剛剛唔怕人講，我剛剛是鬼咯。其實咧唔是炒起家。水香嘛，做的可是味道增加嘅香氣。係啊，有一個鍋氣在哈。你啊，金針呢？金針嘛，做得未做得咧哈。那這個學堂裡面都好食金針。係啊，金針煮牛煮湯。係，喺我啲嘅皮色就當醬。係啊。你睇鹹起來。鹹了以後，佢唔過唔係要按道料呢，佢時常按料。佢係水爆梅。
哦，最饱梅哦，哦，给火要睇下洗火，一天要洗火，哎，哦，5到10分钟，5到10分钟，哎，你可以培养感情，你讲按油起来5到10分钟哦，哇，5到10分钟，跟你唔黏冇？唔會，而且困冇？好啊，等下10分鐘進來哈，摸這顆本你可以一下，你想一下，等下龍太甲聊什麼？10分鐘之後見哦，不要走開。哎，个蚊子姐，哎，你聊下全部个聊都不用下去嘞，撒下来喏。安也是做得嘞，滚也是做得嘞，滚也是做得嘞哦。冻夹，set for 出来的 cam 的，然后用它的蒸汽把它焖熟。哦，打开来看一下哦。又滚是做得，有滚就做得，滚就做得，好看一下。哎，滚咯，冻夹哦，泡泡滚的。系啊，安尼滚的哈。我可能会掉下来，种下来，全部倒下去。可能会有溜诶。平常去走线你莫按慢慢面，香气四溢了耶。嘿啊，但是就是做成你可能迄出脚有按呢细胞个就做得不用下去煮的嘛哈。用个桶面溜一红一红桶，然后一红一红倒对，冰落个碗公滚烟下摆酱酱，速度冻加摆。你应该知道的，咸菜冻厉害呢。那没想到讲麻辣烫放这个酸菜是这么特别的。错。因为咸菜哈酸酸，会刺激你的唾液，然后会增进你的食欲。嘿，按讲呢，蚊子姐给我爱聊下可能是嘞，他在煮这些东西的时候，颜色他都想过，所以但强还是推荐肉、皮色来酱，不然看起来就动开胃。而且啊，你啊，无形中就龙太甲讲，哎，我也在吃5行的食物哦。嘿，你讲到了5行，我之前有唐嫣他都在讲，嘛又融入菜里，就是用每一种颜色又给应用，金木水火土。金和土，我撒下来加嘛加？过来就是个葱啊。葱的先哎。哦。盐水耶。用菜啊。油葱，盐水，盐水，要正经东叫客家版的麻辣烫吼。嘿，因为有其实不是辣的，没辣的，因为盐水已经会散，是不是辣？好，那当中因为哦，太油高，拍摄，对啊，有点饱的感觉，按勾芡感觉。啊，又在作画喽！对，水爆木撒下来镇店之宝喽！哦，牛粉哦，成龙嘅油放落去，辣椒，辣椒诶。小黑是冇落去的，小黑冇落去哦，你讲汤会变得浊浊的吗？哦，你讲安尼就天气感梅头。小黑派他的手下过去了，很有漫画想象的空间。好，按做得嘞哈，好，两个拢掉哈。哇，这啲点风生迄带好油煮火，也系讲出食出来的事。煮火、点火嘛做得，用个砂锅嘛做得。哦。加到粉丝嘛做得，变粉丝幸福堡，对，冬粉嘛做得。来，你叫他来拿哈，我们一起幸福。好。龙太甲讲，你要说的系乜鸡？麻辣幸福堡，充满幸福哦。面头会动红给钻到给这个汤汁里面了，然后那个麻是很舒服的麻，入口你很实在都含出来个香。叫了很久以后，来好是拉硬啊，唔可以干的哈。然后讲啊，本来吼，冻姜湿度，譬如讲有清汤的
掠阿峰。不过我第一摆唔好按咸的，因为咸面头会动香，你抓到佢的这个汤汁里面了。然后那个麻是很舒服的麻，很温，入口你很直接都含出来个香。当中这些什么呢？就是它很奇怪，它有很多的层次哎。就是有那个豆豉啦，又有麻，又有香，再加上那个朝天椒的辣。一层一层这样进去，嘿啊，让我好意外啊！韩国是半改的麻辣烫啊，全部都是辣油而已，嘿，然后食到了地杯肚呢，就来油葱的香，嘿，把它的提味提升了。嘿啊，对，动力好。你真的懂腔呢，跟一开始做的时间，妈妈一定很严格，系啊，应该专心服务好客人啊，莫给没动没事，很莫去做下没动没事。系啊，更难记得你做没动没事的体都出来给妈妈食起嘛该，难记得吗？体芋头可能辣椒吧，因为应该冻好是辣。妈妈是以后搞嘛该？伊讲没食的啊。哎呦，妈妈就是这样哈，没食的，其实她心里很高兴，说哇。我会做的东西按好食。真紧做阿妹嘅因此家可以改点，种得好好嘞，每一天转来填数字后就变按到发溶出来。阿妹是只有倾听，该就系对你来讲最大嘅鼓励嘞。系啊，系冇？系。我今日真当什么嘅？一开始啊，我努力讲，已经讲欧北讲，用要有人来翻来帮我点方，不过安尼。三多菜下人嘅经营动感强，因为我知道，人吼是缘分，那不能省。你看人海茫茫中，我们的鼓励，因为正向的能量 ，NDDV 强它胜出的东西，那经营懂什么呢？我真的很谢谢他，因为我觉得很感动。其实我看到你跟你的粉丝相见欢呐，我知道啦，你都有一家共同的特质，就会对吃家有兴趣的东西都懂坚持。虽然可能过程有点辛苦，不过呢，坚持过就会你幸福的料理就有嘞。所以。很恭喜你们这样，你要谢谢我，把粉丝带来哦。真的谢谢，有不是粉丝了，我觉得还是朋友哎。谢谢。有很多人哈，这个发你公众语言，发导播啊、制作人，他们很有故事那种。心中已经有大魔王了。哦，你有大魔王了？对，有一个大魔王。看你画谁来，我们猜猜看。哦，这么累哦。好，朋友啊，拢讲吼，演出来呢。每个人梦想做得一直往前，叫迄两种心情，一种是感动，一种是吃到讲，有常时吃到很简单的东西，就像你行动都会撸，加码的东西，人生加码东西，你只加创造，不管是苦的也甜的，给到人生的能量。好，你喊咱我一张能量，系咪解？出数款，加有好食，强上世界一天数款，加有好食。欢迎大家来主持。上来了哦。今日东方去参加了家有好食，美食料理节目，东方去认识了主持人哲伟哥，了茵茵小姐，佢都动有亲和力，了伊就强下安录影，感觉非常的欢喜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来竹北点心店来亲爱看，哈都有可爱的 Q 版漫画，还有客家谚语。还有吃我们店里的哈嘎美食，行吗？